Hello，各位師兄好。今次介紹個老牌會所，配套都幾豐富，有泳池、桑拿、KTV， 每日仲包埋3次自助餐，係一個零舍適合周末玩足一日嘅地方。平時去國貿嗰附近多，今日嚟到黃背嶺嘅思益國際美食水會，印象中呢家店開咗都有好多年啦。以前呢叫做方圓會，應該有唔少師兄嚟過啩。上到嚟4樓個前台都幾大喎，我都有啲懷疑個設計師係咪手鬆畫大咗，定係個老細覺得空蕩蕩先至顯得氣派呢？前台旁邊有個價目表，淨桑費139蚊，項目都幾多選擇。入到嚟南濱區，更衣櫃數量又唔少，多到數唔晒。雖然呢個場開咗咁耐，但係保養 keep 得都算可以，唔算話好舊。沖涼房幾特別喎，每個位都有獨立洗手台同埋鏡面，方便沖完涼之後執一執個死人頭。然後呢度配有乾蒸房，空間都幾大，溫度夠晒高。透過塊玻璃仲見到隔籬有一個泳池，過嚟睇睇啦。水質都算乾淨，唔係嗰種黑龍潭，可以放心浸一浸。南濱室出嚟就係水吧，呢度啲美容師企晒喺度做 show 啊。然後呢度都放咗有價目表，沖完涼出嚟仲可以企喺度慢慢揀，睇下想做邊啲項目。水果同飲料品類都幾豐富，唔似得有啲細會所淨係得可樂同西瓜，比較寡淡咯。然後呢度居然仲有爆米花，個部長就同我介紹仲有一個細電影院。咁我睇咗下，其實就係獨立大堂加埋個投影就改名叫做電影院，不過都幾好，可以一邊按摩一邊睇戲。而且呢度係禁煙區，對於唔食煙嘅人嚟講，喺度做大堂項目都幾合適。然後外面嘅大堂燈光比較昏暗，分咗左右2個區域，位置加起身都有唔少。然後每個位都配有獨立電視，行多2步就見到個大型用餐區，但係佢呢度又唔係單純食飯，仲塞咗張波台，同埋結合咗個書吧。不過而家未到飯點啦，等陣間再試下有咩餸。八卦完環境，梗係要了解下美容師啦。問咗一下呢度嘅美容，入房按摩送6個大堂項目，小費就50起簽。平時去開其他場，一般就送2個啦。超出數目嘅話，要另外加多鐘費。如果你平時中意做大堂項目，呢度絕對係慳家之選。睇完內面環境，揾個師傅帶路睇一睇房區。房呢就唔算新啦，畢竟都開咗好多年，但係整體質感都唔差。床單有少少巢喎，所以先叫師傅鋪平下床單，再開始做按摩項目。今次部長安排嘅師傅偏文靜類型，冇太多說話講，全程比較用心去按壓，過程夠晒安靜。然後佢比較清手啦，所以按壓力度唔會好大，但係勝在夠細緻，慢慢摸勻每一寸肌肉。如果你係中意眯埋眼靜靜享受嗰類型嘅師兄，咁呢個師傅應該啱你。然後等到自助餐時間啦，有扇貝有蟹，夾夾埋埋差唔多10個餸啦。而且呢度1日3餐全部包晒，有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擺到明想你
食足玩足全日。整體嚟講，C1 水匯呢個場配套一啲都唔失禮，有泳池、桑拿、電影院、KTV， 基本樣樣齊啦。水果飲料品類都幾豐富，一日三餐全部包晒，仲要係送6個大堂項目，咁樣嘅價錢其實都幾抵玩。然後環境就唔算新啦，但係勝在乾淨。啲房係傳統中式風格，地理位置雖然離口岸有少少遠，但係樓下有專車接送，唔使話行親死。如果你想搵個地方 hea 咗一日，食飽按摩，按摩完瞓覺，瞓醒再繼續食。C1 水匯呢個場真係可以試一試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